在咱台湾的生活当中，常常拢会当听到台语歌。为着要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到台语歌的历史，伫咧桃园市府有举办台语歌的音乐人生这个展览，记录着台湾对1930年代到当的台语音乐史。 伫 KTV 唱台语歌，唱起来开口十足。这是桃园文化局举办台语歌的音乐人生展览，内容小解着1930年代到2000年代的台语音乐历史。较有情绪，较夸张一丝啦，然唱起来就足爽的。感觉唱起来，台语有一种故意无的迄种开口。展览小解1930年留声机、无声电影进入台湾，开始台语歌的黄金年代。这个时期有陈雨贤做起的跳舞时代、望春风、有野花等等的经典歌曲。到1950年代，台湾电影真流行，迄当阵的台语歌手拢会和电影合作宣传。当时上有名的歌册是洪一峰、文夏和纪录霞，因三个有两王一后的称号。 最开始，哪一首台语歌开始就是流行讲起，然后有一些代表人物，像二王影后，然后还有在讲说，播放音乐的媒介的转换。 到1970年代，台湾进入十大建设的时期，台语歌曲就出来台湾人为生活打拼的心情，亲像叶启田的《爱拼才会赢》，光辉惜别的海花，拢是迄个年代的代表歌曲。到1990年代，台湾开始注重武器创作，甲原本悲情的台语歌变做快乐的形式，亲像五月天、罗大佑、林强等等的歌手，规个展览完整收集台语音乐文史，桃园市政府望大家斗阵感受台湾音乐的水。记者戴阿轩、柯敏哲、桃园报道。